虽然看这个有关医疗的消息，台中有一个26岁林小姐，为了讲要消毒疲劳，上网路买备风的器材，家己就伫备风啊。结果呢，这个管要黏伫身躯顶，人就困去啊。困3点外钟后呢，疼较精神。伊发现讲，这个管吸的所在呢，有3几粒这个大细粒泡。这个医生就提醒讲啊，备风上加干来使5分钟，你若备伤久，压力伤大，就可能出现水泡。上较严重有可能影响这个皮肤，造成芳寿英。 较严重的有可能会无命。这位小姐的身上出现安尼一个红红、骨整整的空喙，目肚、胸骹嘛，还佫有正骹大腿拢有，总共有4个，内面还佫有一粒的水泡，有的水泡佫破去，真可怕。 他网购那个拔罐器来做那个通经络的情形，导致水泡产生。医师讲，患者是一名26岁林小姐，为着要消毒疲劳，伊上网买这真空备风的器材。第一次使用就用到困去，困3点外钟，疼甲醒起来。伊发现备风的所在红个肿，还佫生一粒的水泡。 真皮层跟表皮层之间有一个基底层，那基底层它的连接力相对比较弱，所以如果水泡这种吸力型 负压产生会导致表皮层跟真皮层之间形成水泡。医生表示讲，这备风的时间呢，建议是3分到5分，时间若到，就要马上停止。而且出现大量的水泡，佫无及时就医，家己用抹药啊，真容易造成结膜性葡萄球菌感染。若是严重的话，也佫有可能无命致死。